小维，小维，小维，我在做什么？小维都已经不在了，我来做什么？我还来做什么？大哥，小维，小维，大哥，大哥回房吧，别着凉了。啊，小维，大哥，来，我扶你回房啊。小维，你回来了。小维，我好想你啊！你回来了就好。大哥，大哥，我不是小维，我是静儿啊！你放手。我不会的，我不会再放手了。我不会再放手了，小维，我不会的。我每一次看到你受伤害，我的心里面比你痛苦10000倍。我不会再放手了。我不管你是人还是妖，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大哥，小维，大哥。你不是说那些妖兵刀剑不入吗？怎么竟然输得如此狼狈，全军覆没？小人也没想到，那庞狼还有点道行。肯定是你骗王英去竹林里找巫医这件事，破绽百出，早晚会让他起疑。趁他现在被小维的事情搞乱了心绪，还未来得及细想之时，你速速离开，免得惹上麻烦，暴露身份。哎，少主，您还是留我在身边吧，我还未帮您找到妖点，未夺取金黄心窍，我哪有脸回去见长老啊？金黄心窍的事情，我自有分寸，你不许碰静儿。是，小人还以为您有了阿莲这个挡箭牌就不想公主了呢。彩雀姑娘，谢谢你啊！要不是你教我们用菖蒲花枝混合施加了法术的水银抹在兵器上，我们根本就无法对付那些妖兵啊！这下好了，有了这个办法，我们再也不怕那些鬼东西了啊！是啊，对，来，我代表兄弟们以水代酒啊！谢谢你们，来干一个！来，干！这个彩雀姑娘真是越看越娇小可人呐，懂得仙术，我看她肯定不是凡间女子，肯定是仙女下凡呐。庞狼兄弟，你真是好福气啊！是啊，我也觉得自己很有福气。你先按兵不动，等待时机。是，遵命。小薇，是你吗？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小薇，你悄悄地跟着王英这么多日，除了徒增烦恼之外，又有何用？距离血月日食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，我知道你放心不下王英，可是当务之急是要跟李靖换心，要不然
一切都来不及了。情欲本来就是自私的，如果你想要得到，就必须下狠心。要是你下不了这个决心，为娘会替你下手的。不要，你是堂堂狐族夫人，我不想你因为我的事情而触犯天规。只要能够帮你逃过一劫，为娘不惜一切。娘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可是我跟李靖之间有着太多的恩怨，我要自己去解决。你放心吧，我这就去找他。为娘等你好消息。你还有脸来找我？你我师兄妹一场，你为何不顾念兄妹之情，帮助旁人来杀我妖兵，坏我大事？你为了你自己的野心和目的，利用我骗取噬天诀秘诀，还口口声声骗我说是为了小维，难道这就是你的顾念兄妹之情吗？我明白，我现在跟你说什么都没用。但我还是要告诉你，我所做的这一切，只是因为你。不要拿我当借口。不是借口，而是我对你的真心。当年你与我从小青梅竹马，师出同门，感情笃定，本来可以成为一对，你却抛弃了我，嫁给胡生，就因为他是个族长。不是这样的。胡说！你与胡生只见了一面，你们就定下了婚姻，不是因为他的身份，你告诉我是为了什么？你说我有野心，贪图权势，你不也是一样？这些年，你甘受寂寞，就连你自己亲生的女儿都不敢认，难道不是为了保住你族长夫人的权势和地位？可见权势和身份对你来说有多重要。当日我若拥有这些权势，就不会失去你了。我对你从来都只有兄妹之情。我嫁给胡生是因为他的宽宏儒雅、沉稳气度，我是心甘情愿嫁给他的，并不是因为他的身份和地位。这么说，是我误会了，而且一错再错，误会了这么多年。这些年我隐匿于万古族中，独眼侍奉皇后，除却为了享受万古族人的礼拜，满足自己的权利和欲望。更重要的是为了寻找机会，能够修炼更高的法术，好重新夺回你。但可是，你现在，你却告诉我，对我没有感情，而且说这些都是误会。青梅，你怎么可以如此这样的伤我？师兄，不要再修炼妖兵了。虽然我们之间有很多的误会，但是看在兄妹的情分上，我不想看到你走火入魔。青梅，我知道，其实你对我还是有感情的，没想到到了这时，你还是关心我的。只是这几年，为了修炼妖兵，我已折损了很多修为要力。
我现在已经是油尽灯枯了。那我帮你看一下吧。这么久，你也该回报我了。多希望你的灵力，你就是我的了。夫人，你怎么样？胡生，你堂堂一个族长，戴了一顶大大的绿帽子，可还舒服？你这狐族的败类！他日，我必不饶你！哎，请为他元神毁办，我就看你如何救他。你来干什么？我帮你换了一次皮，来取你承诺给我的半颗心呢。我不给，我不甘心。我承认，大哥他爱你，可是他也喜欢我呀，我并没有输给你啊。是吗？你确定他喜欢的人是你？就凭你那张脸？小薇，我求求你，帮我恢复容颜吧。除了心，我什么都愿意给你。那如果我要的是王大哥呢？不行，我不能没有王大哥。失去了王大哥，我宁愿去死。不行。那如果我愿意放弃这颗心，你真的可以帮我恢复容貌吗？对呀，你若没了心，变成了妖，就再也不用为容貌担心了，就能像我一样画皮，永葆容颜。不，我是人，我不要做妖，我不要做妖。我也不想做妖啊，所以我要你的心。这世上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，你想有所得，必然有所失。我可以给你考虑的时间，不过我的时间有限，不要让我等太久。三妹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找我有事？大哥，我来这儿是想问你，你拒绝我，就是因为我脸上的妖印吗？不是，你不要胡思乱想。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？
大哥明明知道小维是妖，却不肯接受静儿，是不是因为觉得静儿长得不如小维漂亮？大哥，请你坦白相告，不要怕伤害到我，因为知道了真相，我的心里反而会好受一些。三妹，我从来没有觉得你的相貌不如小维，也从来没有嫌弃过你的妖艳。你是为了我，才放弃了恢复容貌的机会。每当我看到你的脸，我都会想起你对我的付出，那这会让我更怜惜你。我怎么可能会嫌弃你呢？大哥，我要的不是你的怜惜，而是你的爱。大哥，你干脆用刀把我脸上的妖印除去吧，没了妖印，你就会爱我了，对吗？三妹，你别这样。到底要我怎么做，你才肯相信我呢？大哥，我知道你爱小维，但如果静儿能做你一天的妻子，就算把心给小维，变成妖，变成孤魂野鬼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大哥，大哥，你娶我为妻好不好？三妹，大哥，你若真的不嫌弃静儿的话，就娶我为妻吧。我只想做你的妻子，哪怕只有一天。这是静儿毕生的夙愿，希望大哥能够成全。三妹，这婚姻大事，岂能儿戏呢？大哥，静儿也不曾料想，自己有一天会卑微到求人娶我的地步。不过，你放心，静儿不会为难大哥的。若你不肯答应的话，请直言相告。从此以后，静儿便会悄悄地离去，海角天涯，肯定不会再纠缠大哥了。静儿已经变得如此脆弱，我不能再让她失望，而且我也保护不了小维，与其让他们都受伤，不如……三妹，不要再说了。你放心，大哥会陪在你的身旁，不会让你一个人浪迹天涯。那大哥的意思就是，你答应了吗？是，我会与你成亲，一生一世照顾你。大哥，我知道你心中是有我的，你也是爱我的。